上树干，向前通道飞，大家来上飞，大家好，来到8年啦，来了，终于来了。哦，第一句话呀，冇错，哎呦，喂，一年人的呀，哦，天花莲的乡亲朋友，天花真大雷，新的真下雷，FB 真流哎呦，夹夹啦，乡亲通道飞夹夹来，俺们花莲人，俺们花莲哦，青岛传乐表演的啦，能来就超给啦一。支油枪。既然安尼，俺们就要来看表演嘛，哈。哦，看表演之前，哎先来给这评审欣赏。好，好，哎用 TV 分享客家诗人一一强欣赏，哎，分享叶先生，创作才艺启示币欣赏，哎，八连烟客家爱好协会理事长赖胜平欣赏。今天吼有请到那个菜题的评审欣赏，然后那个诗币欣赏，还有个生平欣赏哈来表演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啦，好好好，接下来分享那个两位欣赏。徐世慧老师、赖胜平老师。风风的发心就像一个眼睛，白色的花也代表爱的声音，记忆风调有头发的心门影，希望本地爱的旅行。亮灼灼当的个记蜡烛，奇妙的风光让你走路爱让清楚，让跳好的酒窝就像小雨树银色路，欢欢喜喜味道，烟凉纱窗。故事，甜甜的情，苦苦的蜜，经过余温，凉洒的你，花开花谢艳阳不离，人生的节奏已经慢慢改意。重要的是，错对时间的给表达，一万两三亿。风风的发心就像一个眼睛，白色的花也代表爱的声音，记忆风调有童话的心门影，希望本地爱的内心。故事，跳跳的情，苦苦的蜜，经过余温，凉洒的你，花开花谢艳阳不离，
送上鼓励，欢迎杨先生。你好，你好。唐能亮沙体的表演，尤其迄唐思菲先生创作的，就迄太的香酥嘞哦。暗后堂。哦，这两位太熟了。目前这两位呢，黑矮体法脸最亲的亲人。哎呦，对，只要累都法脸，一定找他们两位，因为我偏你亏亲嘞。唔用讲安尼。那太开心了，又可以谈到两位先生的表演哈。大听哦，就会麻烦三位先生哦，好好刚刚能哦，用你们最专业的角度来替我们今天的参赛者把关一下。OK， 好，冇問題。哦，大家好好加油哈！好，誒，向下來看 T 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先生欽定嘅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咯。送上鼓励，好可爱哦，好感人，动电一下。哎呦，米莎拢动电一下，米莎生日的小朋友的表现就动好嘞。最细请问一下，云柔，最细一度是你吗？幼稚园那这个表演已经表演多久了2年，那今天这个表演，你一共练了多久了？多久？多久？从昨天。昨天练到现在。你们觉得你们今天表现的好不好？
有非常好吗？有。你们觉得呢？哦，全部按钩追按电影下，我觉得赖老师觉得呢？非常棒，奶头要看到他们的那个肢体的语言，还有他们唱歌的声音也很大声，咬字也很棒。我觉得他们进步太多了。对，跟也是花莲之光了。所以未来可能会有机会哈，可以到阳明国际去。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到国外去表演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一团可以越来越多人，延续更多人。哎呦，就来看三位评审欣赏，有办法一致通过吗？来，老师，请亮灯。唔敢来过啦，唔敢来过，唔敢来过。其實唔敢有聲音。他應該就唔怕，因為冇必須啦，必須咩本過關啦。喂。来，老师，请亮灯。哎呀，好棒哦！来，奖金，你们要加油哦。那我们下次再来，好，好，各位小朋友，立正站好，看下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万年高舞，为个风啊吹呀起，他家啊民谣啊一度是啊给呀痛啦啦，哎呦啊一度落啊莫呀落。台灣花蓮愛就去啦安啦多，三面那是小啊一個好啊天啊風啦啦，哎呦啊一個落啊莫呀落。ngày đèn tươi kỳ
怎么太高？哎呦，中山鼓的分享总行吧。总太哥好，你结婚好子，孙也好。嘿，请问退休已久嘞85年退休的。哎呦，哎呦， 85年就退休了2年的哦。哦，刚冲山歌冲的你是哪年的哦？冇啦，冇创很久啦。咁冇冲已久，啊，咁冇安尼冲已久创很久。 7、8年， 7、8年，差不多。差唔多。哎呀，通喺存7、8年的功力啦哎呀嘛。平常没有去歌谣班、山歌班、有。艺术班，哦，今辈来创的都差不多去那个班上。班上學嘅歌誒，哎呀，班上，哎呦，他衝到用版呢，唱歌下欣賞呢。思菲欣賞，我之後創到以後啊，雖然講可能你係緊張嘅時候，嚇，有冇？有緊張嚇，誒，了個啦，啊，唔過人嘅音色啊，我之後一講，好，啊，可能因為係出家氣氛，出家聲音啊，創歡喜嚇，創歡喜啊，出家聲音一講啊，創安尼歌謠來講啊，之後動適合。啊，所以當時合，好，所以講歌卡歡喜來唱嘅方啊，之後會唱個歌卡好，係歌卡好，好，啊，唔敢嚟歌啦，唔敢嚟歌，樣辦法嘛。其實唔敢有聲音，會逼脱，唔會啦，唔會啦，唔會啦你歡喜嘛，歡喜唱嘅就會以後啊，就會咁嚟上去啊，呢，嗬，啊，謝謝，謝謝。反應牌就唔怕，因為冇必須啦，去睇咩本歌館啦。喂，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啊？做唔得，我們還有水平的，對不對？哦，他是怕血壓會太高了，所以他控制血壓、血糖，對，好，控制得剛剛好哈。來看一下我同歌冇來。好，來請3位評審欣賞。哎呦，3位全部一致同歌。冇問題。來，總太歌。咁下一組再打電話來報名哦。哦，共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。家姐傾動鬧熱，正夜夜色聊天床，有童話開滿山派，青夜辦個耳面機，半夜搬來愛樹洞，一年四季鬧連連。從細到大，我參加過青島客家法通，我韓世嘅師姐阿婆時常帶我去歌謠班，聽得阿叔師妹強下唱時練歌。雖然唔知歌詞嘅意思，但是唱得輕快樂。我有彈歌人唱山歌，有閒時節唱山歌，人生唔是跳歌樂。貧窮富貴命注定，身體健康快樂多啊，快樂多。實在很神奇哦，也歌詞嘅內容輕有意義，真經係客家山歌隨口唱，唱出客家嘅真情。一妹茶來兩妹情，茶比照樣樣照人，連茶帶樣吞落肚，一生難忘阿妹情。哦。常年也是係田傳人，也係全國客家人。客家人會將田板來補田，讓吳王樣樣天數，將田當嘅雜空補起來。到了下 enjoy 節能減碳，保護環境愛地球。一聽愛認真做，你嘅想法將會唱出好嘅感覺。一語比一語強，有錯冇錯，總愛聊天床。有事冇事聊到天床歌，天床冇聊做到事。啊，唔嚴重哦。跳擺客家人一年跳田3萬大兵，到了過年就好好歇困，聊到天床兒剛開始做事。天床兒愛做乜嘅呢？唱山歌啊！山歌。山歌唔唱心唔開，唱跳山歌心花開，跳擺山歌上紅窗，也下唱到嘅路行。到了新5月，有童話開咧，拍謝謝嘅有童話唱5月寫，跌落我面前，跌落我肩背，跌落我腳下。花樹下嘅故事，我永遠還記得。
桐樹下分家啦，高奶沙披桐花，愛騎馬在阿爸，你做茶搶馬沙，飲同志轉不下，買嘅錢阿妹拿。呀哈油桐花已經變成人嘅客家話咧，寫拍嘅油桐花象徵人嘅客家，人就唱起唔驚風唔驚雨，堅強向前行。海橋故事平安加油，7月22民記，千人開飯送本起，一雞蛋乾兩條羊，搖搖擺擺開個雞。澎澎拍拍擺黏黏，感謝恩給你米呀，保護大家青春喜。8月8來愛團圓，天當吊燈太月光，大家坐定是月餅是文旦，破煙囪是比茶，涼風吹來凍松松。8月中秋月光光，月光光桂花香，桂花香香桂粽，桂粽太色天安康。到了年尾，下個月為咗平安喜吃生命。大把線隨他咧，大家看到笑哈哈，愛過歡喜聽人笑，平安喜在天中，睇人細子來西風，妙平人看戲，妙度人笑響，各色祭品輕澎湃，鬧鬧熱熱唱詩唱，世界路啊搶人下，今夜發飛喜洋洋。哈種是二太節慶，種條種米羊跳跳，各種體色莫強用，帶來公公好吃嘢。今天恰神保平安，哈種歷史重文化，有下來了哦。阿仙姑、阿姨妹、阿侄妹、阿弟妹，下台一條橋。送上鼓勵新的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弟妹。哦，阿甜妹。咁唔係嘅妹，阿姨妹，哦，馬格拉，阿仙姑，妹啦，妹啦，阿姑，馬格拉。我係阿侄妹。哦，阿姐妹啊，阿姐妹啊，哦，四位都是同學嗎？CP 兄同學。啊，你2年1舊啊？一個時間嗯，要練6年吧。 6年，就剛剛這個段子。對。哦，要練2年。哦，那平常時有去乜嘅地方啊？參加表演冇？有，有去過台東，苗栗。苗栗。練這個是不是功法？平常時功法嘛會按呢？練久的我按呢，錯冇？唔會啊，唔會哦。哦，平常時就去台東。哦。陸續哦，我來到參加嘅那法聯市政府辦的法通，這樣我有沒有潛力？我可以加入你們呢？可以啊。做得，剛剛呢就來談公平。哦，像呢個葉先生，今日表演呢非常非常的好，哦，將了冥想、文學、音樂結合一下，來立體的表演，完整的表演，安呢。 一氣呵成，有聲有色，多彩多姿啊！所以說你們的青春年華，留在這個客家的彩色年華，就要靠你們去燦爛放射。哦，就像這個燈光漂亮，是，就風雨了，非常好，100分。哎，是夢先生，哦咯。是夢大家。係，是夢。哎，家姐嚟看有辦法拿獎金的冇啊？做對了。哦，還有看3位評審先生哦，有辦法一支同歌冇？來。哎，冇問題。一支同歌啦。來，這個獎金。好，那你們覺得今晡日來參加一個鄉親同樂會，能有歡喜冇？有啊，歡喜哦。剛係沒想要聽人能量啥，呼籲更多的鄉親朋友共下來報名參加，可以跟我講一下冇？鄉親朋友，能係有青島隨意愛訂呢，想訂呢，唔是客氣，夾夾拿天花來報名鄉親同樂會。冇唔錯啊，今晡日
辛苦3位评审欣赏，还有今天的表演者，这是给呈现给观众朋友的抒快。向前同老弟，大家来相比，下次见。各位，加报名哦。